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玉梅老师，又到人哋呼吸来了，好好运动哦。热心咧，玉梅老师爱教大家用嘅，人哋父母朋友哈，用嘅热水来去啊，唔会较酸，唔会肚子痛哈，来新陈代谢较好。好，故说人哋体质通状呢，人哋身体哈，人哋脊椎，人家。也顺风哈，又动到淋巴咩？故说人哋体心呢，爱教大家讲，让个老鼠存起来，好，让个老给人哋淋巴来开来，好，帮助人哋新陈代谢。好，也下来了哈，同玉梅老师向下来，向下放起来，向下走哦。第一，你看人脚哈，人哋脚趾头哈，也个宽度，按你要踢拳的，按你踢法的，好，人哋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起到差唔多人哋嘅。也臀部的顺方的宽度，好，各位起张来看哈，玉梅老师本大家看，师傅哈莫按你 QQ，大家都把按你师傅 QQ 起的呢有嘛哈，只会吃到讲野味哈，会压下去太多，故说按你肚子往上，腹部往上，好，屁股往下，身体起张来，好，下巴微收，好，按你下巴哈竖入来。胸脯就会打开来，你下巴哈要按你下眼按呢，你这边呢弯腰驼背哈，你下眼按呢，你就背就驼起来。你看哈，玉梅老师下巴来起来，哈，胸脯就拿起来，再看这度啊哈，按呢，哈，那个下眼有嘛哈，太前面去，你背就会鼓啊，你这样下眼很关键，下眼来上来，好，你胸脯就打开来哈。肩头就打开来，那时候呢，你呼吸、透气啊，哈，气就会还顺，心脏就会还有力。你看，你抬头挺胸，看起来一张眼就有精神。你就知道讲啊，你气脉哈全部都压迫。故说体的站姿非常的重要，你起张来，好，起张来，这样可以是做运动，这样我们会造成第二个伤害。好，吸气的时候放松，身体慢慢的向后背。好，起到也去哈，中央安尼肚子爱顺入来，知道讲有人来牙有数都有片，有人来牙做数都做片，身体安尼整个来开来，好，都要感觉，啊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喷气，吐气，好，你等下准备好，按下姿势是起张的哈，数会来开来的，好，包括安尼手掌哈，气脉全部是延展开来。好，跟我听你慢慢的手心朝上，好，吸气，慢慢的上来啊、哦，从安尼野位开始，好，慢慢的来上来，好，都要去，好，安尼拇指、大拇哥、护沟上去，来上去，够下眼转来，吸气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你会知道讲，你会发现讲，看到哈，玉梅老师顺方帮看。来出来，那顺方的腋下淋巴啊，一节的全部都畅通无阻，好，血液循环呢就会较好，唔会吃到讲弯腰驼背。好，来上来去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做数变下来，好，变强松，来到了。好，一下乡亲朋友看到人家手掌、肩头啊、腋下淋巴、野位呀，全部都来开来的。好，那个热水来去哈，也都会循环而好，好，唔会堵电的，吸堵电的。好，一下吸气的时候，也做数变到优野位哈，好，慢慢的目珠看档哈，好，下巴个正来，人家看到哈，玉梅老师来到左边咯哈，慢慢的呼气，变强松，好，慢慢一滴滴的哦哈，天天的来哦，过来。吃到讲，人右边有来开来的感觉，好，个放轻松哦。乡亲朋友，做瑜伽哈，最好按慢，爱停留，爱感觉讲，呀，来到哪？好，慢慢的个变轻松。好，假使个做得来发，个改死嘞，好，你听到呀哈，你这个可以算。1到10度，也系讲透气哈。你看玉梅老师肚子哈，吸气，肚子抬起来，吐气，够来下床台位，好，够慢慢的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够延伸，好，你去感觉，压片那个腋下淋巴来开来，
对，安尼脊椎要动好。好，慢慢的停到差不多，30度到20度。好，冇做的头气。好，慢慢来上来了哈，吸气，慢慢头气，头抬气，吐气。好，个手掌，好，手腕、肩膀，不用强松。好，吐气。好，还原。头下抬气。好，来可来感觉真好。好，慢慢的停一下，本期那个血循环哈，个恢复原状。好，个听得到啊哈，有右片就爱做左片。其实哈，你身体哈，你身体就系一个右片，一个左片，一个前面，一个后背，再加上扭转。好，你弯片的哈，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头抬起，手伸出来。好，慢慢的手心朝上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哦，你感觉吸，慢慢的从脚底接受大地的能量，接受大自然的能量。从脚底上去到手指头，好，同样哦，拇指腹沟来上去，好，然后打开来了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给我打开来，多了，好，右手往右手不用多呀，左片呀，好，你看呀，左手多了哈，伸上来吸气，你右手是固定那个骨盘哈，固定骨盘，冇比外踢，好，吸气上来啊，好，慢慢的下巴过进来。好，人家感觉讲啊，人家左片的鬼来开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到右片，好，一滴滴的呀，那吃的哈，吃的莫按紧张哈，莫按夹，好，慢慢的吐气一滴的，哦，你吃到安尼感觉哦，当香酥，哦，有点酸软哦，好，也咧酸软就会释放对方的体内的疲劳，跟累积的压力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你看牙齿啊哈，你看牙齿，个伸出来，好，做个不要放松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吐气，我用牙的呼吸来带牙的身体，好，手伸出来，好，停到牙了，你停到牙，哦，你吃到牙的动酸软的感觉，好，一只手咪可以不用落在片去，好，安尼，慢慢的调气，好，你家可以数。到深度方数10度，迄冇做数标个呀哈，头气吸气，肚子太气了，吐气，肚子数进去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个吐气，好，数个纯粹气，好，差不多了，你是要动顺软了哈，吸气的时候，头气，啊，好，慢慢的舒张，好，肩头，慢慢的不用强松，好，吐气，转来。好，过起张来，好，停到呀，停到呀，人家手不用按在肚子上做头气哈，吸气，好，吸进所有大自然的能量，滋养俺的身体。好，吐气，腹部收，啊，做完很舒服哦，这次当强松。好，按你通常呢，剃刀玉美老师做慢慢的哈，带慢慢的帮你看。好，听得到迄做较脚台位，你就个提讲哦，你喺脚台位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音乐哈，左片做3度，右片做3度。好，你看哈，从头做，吸气往外，向东方，好，吐气打开来，左手右手。好，你们可以1、2、3、4，好，你们可以用停痛的方式够深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带进来。扩胸，好，打开来，个弯片咯，吐气，弯一片，好，同样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差不多6度，5度到6度，好，吸气，扩胸往外往上，好，吐气，不用下来，放开，不用强松，好，放松。好，也是踢嘅动作哈，然后人的身体来开来，都顺风开始来开来哈。踢嘅通常呢，人哋来后背嘅膀胱经，后背龟实内哈，人的身体清长的一条经络，喺很多膀胱经，都人家脚掌开始，也喺膝盖后侧、臀部，好，嗰也背囊都头档，好，也很多膀胱经。嗰个前弯呢，乡亲朋友，
大家一定会个习惯去爬山的啦，去公园啊，唔得不讲啊，我来安尼看，千万看啊树可做到安尼，安尼会容易受伤。千万唔好讲一下子讲哦，我来个哦，冇做脚趾头弯弯，安尼吼也会吼更容易受伤。故所呢，玉梅老师教大家标准的前弯哈，做一人也脚呢哈，差唔多同样安尼宽度哈。慢慢的哈，脚趾头、膝盖微弯哈，手叉腰，慢慢的吐气，多亮。好，你吃到讲，哎呀，人家野味大吃来，好啊，师傅来口来去，慢慢的，你假使讲做我们的树标了呀，安尼，好，你就差不多安尼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气空起来，好啊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树做的标我听哪海叶张下来。吐气，也系因为老师中医是人年的，这样有可能讲不用按下背。你刚开始呢，你就天天的数不用量，好，啊压脚头肩头呢，慢慢的来开来，你从按的扶等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按呢存出来，好，存出来，这样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放起来要记得了哈，你放起来要膝盖微弯，好，啊慢慢的头呐，前后帮放起来。慢慢的安尼，气放起来，吸气，唔好向安尼哈，佢血压哈，迄冇嘅安尼调好哈，你会头晕啊，冇就会安尼头昏眼花哈，也係前彎的部分哈，鄉親朋友要記得注意哈，改多個加強嘅就會扭轉哈，你手叉腰哈，你的手不用下來，好吸氣安尼。好，旋转，听听呢，好，转过来，听听呢，多一片，好，个脚趾头微弯，吸气，安尼多一片来，好，慢慢的转，差不多转3度到5度，一片规个肚丝也得哈，全部淋巴会来开，个不用强爽，吸气，好，来开来，个上来，好，吐气，好，不用强爽。个有右片有左片了哈，从左片开始过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上来，来开来，吐气不用强松，个吸气扭转哈，也是较强的哦，加强的呀哈，慢慢打开来，好，改多哦，好，再按你转开呢，听听的转，好，慢慢的吐气不用强松，好，慢慢来起放起来，好。很亲朋友，一梅老师呢教大家全部动简单的动作，好，你看你当一做哈，身体就会产生能量，哈，知道要做到，好，唔好总係坐等看电视，起来空下停痛，带给你身体健康，好，今日的运动就做到这了，下次见。